今日我哋學習因式分解，利用恒等式嘅方法。今次要分解嘅係4x 平方加 28x 加49。首先，我哋要記住完全平方式恒等式 a 平方加2加 b 平方等於 a 加 b 嘅平方。呢個恒等式有3個條件，首項係 a 平方，末項係 b 平方，中間項係2。而家我哋識別各項。首項 4x 平方等於 2x 嘅平方，所以 a 等於 2x。末項49等於7嘅平方，所以 b 等於7。驗證中間項2乘 2x 乘7等於 28x， 正確。3項都符合條件，可以用完全平方式啦。最後套入恒等式。4x 平方加 28x 加49等於 2x 嘅平方加2乘 2x 乘7加7嘅平方，即係等於 2x 加7嘅平方。答案就係 2x 加7全部平方。做得好。